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兴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共下来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因为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张鼠标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爱用呢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鼠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容后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鼠和脚强好了，走一边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等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鼠一样可以的话是请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都好，还有不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的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们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溜的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7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狗走一边哦，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溜的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用鼻子吸。好，嘴巴吐。动后好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，抬起来，对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表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表下来。你往左边搞了一遍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左边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哦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弄狗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狗慢慢的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，吸，吐，很好哦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做运动咯。暖身运动走好嘞，你接下来要做的是摆脱腰酸背痛、绕骨酸软痛的运动哈。我们会做一些筋膜伸展的运动，大家听听哪里都来做哦哈。首先呢，做运动以前有一个腹式呼吸，我先来让大家介绍一下哈。因为腹式呼吸对运动是非常重要的。有的人啊会酸软痛哈，结果是什么？呼吸方法唔对的哈，所以大家听听老师强下来做腹式呼吸哦。你做得到数表安你的肚时，从应该肚脐上面哈，然后想象你的肚时地部有一张气球，好，然后吸气是从鼻孔吸，吐气是从嘴巴吐出来哈。然后听听老师来走，来吸气。吸气的时候呢，你想象说，鼻孔进去的气呢，把这个气球呢，慢慢的变大，灌饱。好，来吐气的时候，肚时够力，把气球的气呢，从肚时给它送出来，从嘴巴出来。好，大家强下来走一遍了哈，来吸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过来吸气。注意哦，吸气的时候肩膀莫耸肩，好，来吸，好，吐气，肚时够力把气逼出来哈，好，过来一遍，好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过来一遍哦，来吸气，肚时，胀饱了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过一遍吸气，好，吐气，肚时先压下来咯。好，要记得腹式呼吸啊。等下做运动呢，我们都会用到腹式呼吸哦。好，今天的运动，政府卡做得找一个软垫，或铺个毛巾，你慢慢的坐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的是筋膜背部筋膜伸展的动作哈，坐在软垫上哈，两只脚顺侧，然后我们先从整脚开始，我们把左脚慢慢的弯起来，好，表扬你的膝头顺便。假如说你的柔软度没动好来讲哈，你走在表啊小腿也可以哈，摸一挺弯都按弯哈。好，来，在这个姿势之下呢，记得刚刚的腹式呼吸哈，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呢，从我们的那个髋关节这边，慢慢的身体往前，去面你的脚趾拱，好，本能会打气，好，这时候本能会打气。假使你面抖也没关系，你是做的面抖小腿或膝头也没有关系。好，那再来是，如果你的肩头长很好，你做的膝头溜溜的弯起来，好，往前摸。好，记得背弄一定会打气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。你过了一遍哈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慢慢的，面你的脚趾拱。很好，背弄会打气咯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你过了一遍哈，来吸，好，吐气，慢慢的向头前。面都脚直，好，这时候呢，柔软度已经有了，你狗挑战自己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往下，好，肚子会够力咯，把刚刚的腹式呼吸用出来，哈，来吸气，这里停留一下，吐气，再往下，面都捏脚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往左脚，好，把脚慢慢的顺起，整脚弯起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，面到你的脚趾拱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再往下，
很好，本弄会打雀咯。好，在这边腹式呼吸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，对，用背脑的力量拉起来，好，身体要打圈。我们勾了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面都脚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勾往下。好，这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脚，那个脚的背后这里的筋膜哦。动hand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勾往下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往2只脚，好，2只脚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吐出来脚力。好，利用髋关节这边出力往前，很好，背弄打圈。好，你想象你的背弄诶，那个脊椎骨哈是一条线，好，所以往前慢慢的出力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再回来。好，你勾了一遍了哈，好，吸，吐气，慢慢的，对，往前，面都脚直。哦，瞄不到也没有关系。好，那如果你只有摸到小腿，就是不用啊小腿的地方哈。好，来再往前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往前出力，很好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回来。哦，来2只脚放轻松，挺痛一下，有没有感觉很？好，压下边都好放松。好，我们狗走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往前摸你的脚趾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狗回来。好，接下来你要做的是髋关节的运动哈。来，你的手走在慢慢的表扬你的背，大概臀部后面的地方哈，然后2只脚。弯起来，好，然后2只脚可以与肩同宽，好，髋关节旋转呢，我们做的动作是髋关节压偏出力，好，这边在做活动，好，所以呢要怎么做呢？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走在线从整片，整片往右边弯，对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呢往左偏弯。很好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来，好，开始一直做哈。刚开始你一开始啊哈，如果你碰不到地板没有关系，是琼老师一样哈，在你可以活动的范围之内，慢慢的旋转哈。如果说你走得到那个关节活动度不错，你是走的从曾刚老师或者是从 Niki 老师一样哈，即使走在碰到地板，好，那就可以把它做再大一点。好，来左右边慢慢旋转。好，动到长辈来讲，他的髋关节哈活动度好不好哈？那在家里的话呢，是走这个运动来增加我们关节活动度。从爱用力慢慢的旋转。好，来慢慢的凑掌。好，我们先调整呼吸，休息一下。